成為出櫃導師，蔡康永哽咽話：我哋並唔係妖怪呀。2001年公開出櫃，雖然就已經過咗14年啦，但係講返同性話題，蔡康永依然都好多感觸。站在一個孤單的立場，站在一個孤單的立場，我很希望很多人陪我，就是可不可以不要每一次提到這個題目之後，他們只能亮出我一個人是活着的人，就是我們總得給那些爸爸媽媽看看，就是你出了櫃不會死掉，不是每一個出了櫃的人都被社會逼到陰暗的角落去，最後沒有路可以走。佢早排做內地節目就話自己已經成為出櫃導師，因為好多藝人出櫃之前就會先問佢嘅意見。蔡康永就話演藝圈好多明星其實同佢唔熟噶，佢哋就會偷偷地透過朋友傳短信問意見，有啲仲要喺出櫃前10分鐘先至問。不過蔡康永多數都係企喺理性嘅角度，阻攔對方，勸對方冷靜，半年至1年之後再揾佢商量啊。話因為唔知對方可唔可以承受佢曾經遭受過嘅打擊啊。我能夠做到的唯一一件事情，只是證明給那些擔心的爸爸媽媽看，就是我們並不是妖怪，我們可以很好的活在這裡。蔡康永仲話名人出櫃對佢嚟講係一個好消息，因為越多人出櫃，個櫃就越有機會消失啊。